相信大家都很記得3週年之前嘅莫拉克風災帶來破紀錄嘅強風大水，呢對8次水災50年之後，過一擺重創台灣嘅風災，尤其係屏東人造成嘅損失非常嘅大。本池水呢種議題變在屏東人最關心嘅部分。除咗大擺落台水都係做台水嘅臨邊落架動天氣之外，東港海上節為經過嘅客家鄉鎮嘅生命財產安全，全部都是由於是池水來保障。屏東人將嘅後生人分別都要講，自家當為池水，到底幾條係樣板講嘅，強下來聽。8水災以後，有民眾掛看板，抒發自家心中嘅不滿，因為時機敏感，本人聯想係先期嘅疏斷，對方怎樣水掛看板回應，屏東縣嘅治水大戰隨時展開。整個在水患的治理了哈，應該我們上游了哈，就不以天真了哈，我們就是回歸我們這個環山於林嘛哈，應該在我們山上應該就金華嘛哈，金坎哈。東港溪幾乎是流經客家，上游都是流經客家的地方，那麼現在變成是一個中央管河川，但是即使是中央管河川，還是跟縣政府有關係。縣政府在努力，在把橋梁拓寬之下，才能夠讓河的寬面拓寬。為做到防範危險，避免客家鄉鎮淹水嘅情形，東港海上游嘅治理方式，雙方嘅論述雖然有所不同，但係興建自風池嘅政策是非常嘅一致。那麼在我們中游裡面，我們應該做一個大型的這個滯洪湖，然後滯洪湖周圍有1-2千公頃，我們來做一個洪泛平原哈，然後讓這些水能夠這個緩衝能夠緩衝，然後在我們最下游，我們在整個疏浚，在整個我們的河道，在整個我們的排水溝，我們平常就要清理把它清理得透徹了不要讓那水來馬上就被阻塞，這樣會影響到我們整個。我們過去有一些觀念，像截彎起直的觀念，那麼把有一些蓄洪池的概念都把它消除掉了。現在要重新恢復到有蓄洪池、有滯洪池的概念，同時提防要因應氣候變遷，要特別從50年洪水頻率加固到100年甚至150年，那這個要重新思考。同時也不能用防堵的政策，所以在上游我們有一些把原有台糖土地把它變成是一個大面積的滯洪。治水工程冇簡單，目前東港海上游嘅河套拓寬工程已經進行，下游嘅疏浚工作，埋汰8水災以後開始施作。儘管雙方怎樣嘅治水理念相近，嘛不忘指控對手怎樣抄襲自家嘅政策，唔顧老百姓重視嘅，至以後嘅治水政策都係係慢先推出嚟，如將其當作係候選人嘅政治核能水，唔好再同政策節目嚟如何嘅。客家新聞潘成旺屏東報道。